殘缺嘅文物被遺忘歷史，中國文化嘅失傳。如今社會人來人往，生活繁忙，冇時間去博物館參觀，而好似冇留意到地下一片嘅歷史同埋文化。中國文化同埋文物可以俾人記得嘅越嚟越少。有一個叫換股 AI 嘅網站，咁大家就可以試用呢一個換股 AI 啦。好，我嚟試用。我哋第一個功能咧，佢就可以上載一件文物，例如可能一啲破碎文物啊、殘缺文物都可以上載上去。我哋 AI 咧會識別翻呢個文物係啲咩嘢，然後咧我哋 AI 就會講翻呢個文物係咩嘢啊，例如佢名字啦，佢哋嘅係咩時代出產嘅咧，同埋佢類型係啲乜嘢。咁我哋就可以查看佢嘅原貌啦，AI 就會推測翻佢嘅原貌，同埋有一個 3D 模型嘅生成。我哋咁樣按落去啦，咁下面咧同時就會講翻我哋有邊啲嘅參照物喺故宮博物館或者其他博物館入面會 show 出嚟啦。咁佢會介紹一下呢個係咩文物啊，佢嘅工藝係啲咩啊，點樣製成㗎，佢嘅耗材係啲咩嘢啊，同埋佢相關嘅典故，講翻佢當中嘅歷史背景同埋文化。咁我哋喺度稍微等一等佢 3D 生成咧。咁好，我哋 3D 生成出咗嚟啦，我哋落去睇下先。咁我哋可以見到呢度 3D 生成咧，咁你入面可以旋轉咁睇，咁咧就俾學生或者用戶咧咁清楚睇清楚，睇到呢件係乜嘢啦，大概樣係點樣。好，咁我哋企一企先，返回。咁我哋下面呢度咧都同時有呢個預約博物館嘅門票，咁令到可能使用者對時嚟講啊，可能想睇近距離睇嘅實物嘅話，就可以即場預約啦。咁我哋呢度有多項嘅博物館可以揀啦，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館啦、香港博物館啦，同埋其他博物館。呢度都有時間啊，同埋時間短。咁我哋係啱一啱先。好，咁我哋就預約成功完成。好，第二個大功能咧就係呢個文物館。文物館就係記錄翻我哋啱先或者之前我哋上載咗啲咩相片上去，我哋想去驗證或者介紹一下。咁使用者可以插翻呢度揾翻之前佢哋嘅歷史記錄啦，咁就唔需要每次都重樣要揾翻個相放上去咁麻煩啦。咁我哋按落去睇下，都係上面見翻呢啲嘅，好，都係可以 show 翻呢啲。咁我哋第三個大功能咧就係社區。就我所知咧，大家都好中意打卡啦，同埋有啲平台去傾一傾偈。咁我哋呢度咧，用家咧就可以 send 佢哋影嘅文物喺度介紹一下啦，表達下佢嘅情緒。當然啦，你可以寫下你嘅評論，同你傾下偈。咁仲有另一個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我哋啲同事咧都有專家回覆，就嚟呢度啦。故宮博物館修復中心嘅專家，佢會過嚟驗證翻呢樣嘢係咩嘢啦，同埋講翻佢會同類係啲乜嘢啦。咁就會俾大家一啲回饋同埋比較真實性。市場潛力入面，我哋喺教育活動嗰度見到，我哋有51.1萬場嘅進行活動，證明咗我哋校方嘅需求十分之旺盛啦。咁我哋嘅潛在用戶群咧都有17.7萬人。咁接下嚟就講下我哋嘅三角關係啦。我哋三角關係包括有經濟、文化同埋社區。咁首先講文化啦，因為我哋更加多人接觸嘅時候，咁我哋嘅文化就得以承傳啦。咁我哋嘅文化得以承傳嘅時候，更加多人會打算去博物館，而博物館就可以帶動多啲嘅旅遊業，咁多啲人過嚟參觀，同時帶動呢個旅遊業嘅收入啦。咁以至到社區入邊有更加多人去認識，咁學生同埋人們咧就會對呢個國家嘅身份認同更加多啦，同埋有一個國家嘅情懷。